来关心高雄一个旧年人，即阵仔因为发烧、嗽，抑个胸坎的痛，去大病院予医生看，拄开始掠准讲是肺炎，经过注抗生素治疗了后，也是无度较改善。电脑断层扫描检查，才查讲原来得到气腺癌已经第4期。即个旧年人行到面仔绿色，因为普通时无啥咧煮食，因厝内人嘛无相关的镜头。落尾医生进一步问，才查讲原来伊真爱食烘的物件，一礼拜上少食3摆。医生怀疑讲，这就是低落癌症的原因。医生嘛特别提醒大家，讲烘的物件、较有油烟的物件，抑有臭火大的物件，较莫食，因为食多较会去低落癌症。烟肠放伫网仔顶悬，烘甲油金，皮脆肉香，一日加落去真满足。香公公的烘肉，敢若是闻到味，就互人嘴烂擦擦顶。但是爱注意，遮尔好食的烘肉内底有可能会致癌。高雄市一名35岁查某人发烧、嗽、胸坎痛，一开始叫是肺炎，来到病院检查，经过2礼拜抗生素的治疗，退烧啊，但是也是扫袂休。电脑检查才发现，伊竟然是得到气腺癌第4期。稻米的时候就在吃了，这样差不多几年？然后至少10年了。这个查某人平常时也无定定咧煮食，家族内底嘛无病史，但伊真爱食这个烘的物件，一礼拜上少食3摆。医生怀疑这可能就是伊致癌的原因。我们曾经做过，研究，这个致癌物，这个一阵青烟上来，这一个烟去做化验，结果都有上百种的致癌物在里面，所以跟这个空气的污染、室内空气的污染是有相关。医生提醒，气腺癌的发生甲基因、环境有关系。若是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，或者是肺部有空喙的人，拢可能是较危险的一阵，嘛爱特别注意。民众食美食嘛爱知影准则，若无搁较好食的物件，食入去腹肚内底，恐惊嘛会食出毛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